高雄一个乡亲因为心情歹，坐伫个车顶来剥粉，粉剥了，粉质就结伫个车窗外。2点钟剥22支嘛迄22支的粉质啦，结果去用甲翕到甲检举，所以伊收到22张的罚单，总共罚款26400块。啊，这个检举人会当摕到的奖金3960块。 粉头为驾驶座夹出来，刷落来这粉头一支一支拼，驾驶座路口涂骹拢是粉头。这个画面去互人翕落来检举，结果会收到真侪罚单。为什么那么多啊？迄日阵伫咧车顶食薰的，就是这位詹先生。伊讲9月28迄天，因为心情歹，车停伫咧路边食薰，想到去互人翕到等22支粉头的影片，嘛收到22张罚单，互伊看甲硬气。 很惊讶，想说不是就一个行为而已，一个行为犯错就一次罚而已嘛，怎么会罚到22次？詹先生感觉同一天、同一个所在做违规行为，无应该小人旋风开罚。环保局讲会当提出申诉，可以跟环保局来提起诉愿哈，那我们会在审酌这一个当初违规的情形。那环保局尾也嘛以上计金额拢总罚26400，检举奖金嘛以上计15%来罚。这个检举人会当摕到3960的奖金。詹先生2点钟食22支粉，去互开罚嘛去互太太骂。 伊讲真正爱戒薰啊，嘛提醒民众食薰唔若伤身体，过了钱。